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即摆一出日就足热哦，所以大家也会记得补水哦。吼，因为热的中间，咱身躯会烧，所以咱的水气会消失的较紧。吼，所以拜托大家会记得爱啉水。吼，因为即个时期咱身躯还搁咧适应。吼但是感谢主，即摆咱下晡拢会落雨，所以就足凉的。吼但是会记得大家爱补水，吼，互咱身躯会当适应即个环境。那这是咱礼拜时间已经到，咱三个来祈祷。听我的主，阮感谢你，想视天气的变化，伫阮的生活上，互阮逐工拢感受无共款的变化。主啊，阮也看见树木欢喜迎起落大雨、雷公雨的洗礼，因的树木的叶仔拢足水的。主啊，这是你咧管啊田园。互收成，互鸟食，有食物，有好的所在通住。主啊，但愿住进伫你的殿院，阮要来敬拜你。求你帮助阮，互阮专心注目伫你。也恳求你帮助每一个服侍的人员，伫主你的面前，最好的服侍，赏赐因气力，互因所做的，会当互阮伫日常得到气力。主啊，恳求你临在伫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帮助阮。虽望即马，阮常常咧看新闻，感觉即个环境变化，或者是政治的代志，要选举啊，常常互阮有真侪无共款的想法。总是主啊，互阮专心注目伫你，因为明仔载有主你，阮就毋免惊。恳求你帮助甲阮三角地地。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啊！咱伫主日，可会当伫主的内面，咱会当伫遮同齐三教来敬拜咱的上帝吼。今仔日阁是年假的上尾啊一天，真侪人应该是蛮有出国啦吼。毋过相信因嘛共款，甲咱伫线顶同齐来敬拜主吼。咱特别敬拜提升来练习，请咱掀开207首。207首，至关上帝至关，我爱称赞。咱来唱看卖哦吼。好来，上帝至关，我爱称赞，常常可露出笑。第二节，谦卑的人听见这项，为了伊做欢喜。当咱大家称赞上帝，伊名就都兴起。咱这首诗吼，咱看咱的圣诗的正边下边遐吼，这是对诗篇34篇遮。所出的吼，诗篇34篇是一个俄罗的诗歌啦。这是大笔的诗吼。咱知影大笔受到上帝听从祝福吼，但是伊嘛足侪时间拢真艰苦吼，为着受到扫罗甲伊的囝的追杀吼。所以伫这首诗歌内底是伊伫咧逃亡的时阵。拄着迄个亚吉王吼，搁拄着亚比米勒的时阵，伊无法度，伊惊受害，所以伊就装笑啦吼，装疯啊吼。
啊，因这嘛是无办法的时阵，所以伊的心内嘛，侪时阵伊真艰难，所以伊就做这首诗吼。其实这首诗嘛是最大的目的，嘛是咧劝咱大家啦。咱伫咱世间嘛，定定会去拄着一寡烦难、病痛、吼艰难，啊，咱过袂过的时阵，啊，咱嘛是爱伫这个患难中间有缘，爱来学罗咱的上帝吼。我真早以前有看过一本叫做赞美的大能，吼，赞美的大能，伊咧讲就是讲，咱伫艰苦的时阵，咱伫真患难的拄着这个代志。脱袂过的时阵，咱要伫即个时阵要安怎去学罗上帝？咱通常拢是伫足顺境的时阵，咱就足欢喜啊，上帝足祝福我的吼啊，我真欢喜真平安吼啊，毋是有时上帝互咱这个环境嘛是伫互咱会当甲上帝拿来拿亲近吼啊，爱学习着。虽然伫患难中间，咱嘛爱学罗咱的主啦吼，所以伫即个诗歌内底，就是爱讲。互咱学习讲，咱嘛是爱伫即个患难的中间来求上帝来学罗伊安尼吼。好，咱过来，会当搁为头一节、第二节来唱嘛。啊，第三节请姊妹，第四节请兄弟，第五节咱再搁斗阵来唱吼。咱唱咱来思想这诗的词。好，好来对第一节咯。上帝之光，万海千赞，熊熊高楼之响，其为辉煌，小小小亮，夸靠我主的名，强比黑狼，天地之行，为了伊最欢喜。要来，所行的事，我嘛求主，伊拢看有度了。抬头看伊手的福气，明白拄着见小兄弟。斗阵来会唱来，世间万有欠这天后，是归土这坎坷。今那财主无欠无数，后面无欠半。第五节迄是西囝吼，西囝捌枵欠食听候。好，请咱搁献开614首，614首，我心恬静。这首诗嘛是会当参考诗篇42篇，这嘛是一首学老的诗歌。吼，伫咱求上帝先较慕，良较慕上帝吼，所以咱心恬静。来。我心恬静，安稳恬住喜悦，吞落来杯，爱胸口掏心间，救主手爱。第二，我
咱唱诗歌的时阵吼，我真爱用祈祷的心，因为我感觉做事的人真晓做。吼，咱的心若恬静的时，安稳伫上帝的内面的时，咱的心就足平静、足安稳，吼，足都较袂去操烦遐有诶无诶时阵吼，主是咱的瓦靠，所以咱瓦靠伊，咱搁第一节，咱搁来唱一遍吼，就来进入咱的礼拜。第一站，我是恬静，安稳恬自心，吞论来背，爱胸口淌心间，救主所望，他已命令航班，随速为本，我主信息创造，我心恬静，见归期配落天，耶稣我主，救赎喜乐安乐。请咱准备心做礼拜。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喙所讲的合你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请大家三甲来吟诗，圣诗第345首，圣诗第345首，愿心欢喜吟诗出声。愿心欢喜吟诗出声，
阮的祈祷求主听。在你常常甲阮徛起，你牵阮手三同行。你牵阮手，你牵阮手，你逐位牵阮同行，请起立用全手。我心欢喜，吟诗出声，阮的祈祷求主听。在你常常甲阮徛起，你牵阮手三同行。你牵阮手，你牵阮手，你倒位牵阮同行。阮若拄着永远艰苦，求主使阮来挂靠。予阮在你甲阮徛起，使阮归咱来保护。使阮归咱，使阮归咱，你使归咱来保护。阮若拄着悲伤悲痛，也是困难的行行。暂我在你甲阮徛起，你照顾阮的勇行。你照顾阮，你照顾阮，你都是教阮勇行。请坐。这是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第9部第7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51篇，也就是耶利米书第17章。启应文第51篇，咱三甲来启应。上主安尼讲：我靠人，我靠会死的人的气力。因踮伫旷野焦燥的所在，伊会亲像风暴袂大丛的树，总是信靠上主，专心外靠伊的。伊亲像树栽伫水边，炎热狗也无惊，抗旱的年拢无看路。咱搁来吟一首圣诗，圣诗第207首，圣诗第207首。上帝至悬，我爱称赞。上帝至悬，我爱称赞。常常学露出声，喙拢无甜，心生笑脸，夸口我主的名。请起立，跟全手。
生的条件为伊的名。主有恩惠，人若敬畏，就无欠过一项。世界万有欠这天下，是过头这空空。今仔这主无欠好事，比无欠不好。请坐。即是三甲鸭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献上阮的祈祷，感谢主的保守，互阮会当伫生命中透过无共的人甲代志来感受你的恩典，也感谢圣神甲阮伫地，引带阮的生活、工作、学业等等的道路拢无摇带。阮搁一摆为着台湾的社会来祈祷。为着现在有足侪冲突，以及发生侪侪代志，阮的价值观受到冲击。求主怜悯阮，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平安。阮也学习观看你的作为，互阮深知阮的生命中有侪侪界限。主，阮拢受到有限的眼光限制。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看见神的可能，帮助阮知啥物是应该坚持的，嘛愿意为着别人的需要，踏出新的一步，行伫圣神的作为当中。2023年已经经过一半，阮还阁有侪侪事工活动伫进行，无论是儿童夏令营、青少年的福音队。求主看顾遮个筹备的同工，以及参与活动的每一个人，有你的同在，领受对你来的恩典、疼以及喜乐。阮也要继续为着教会中身体欠咱的兄弟祈祷，求主医治看顾，降落平安甲信心伫因的生活中，时刻仰望你。愿主保守阮教会牧师、长职、正同工甲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成做袂信的人的祝福，对上帝伫每一个人的生命甲奇妙作为内底，搁较会当经历上帝同在甲恩典，互遮个也袂认捌主的人，因着你的话语得着光。愿文山教会会当为着马萨地区也福音的种子，透过事工荣耀主你的名。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即时三甲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创世纪第24章第10节到第28节。圣经创世纪第24章10节到28节。第10节，迄个奴仆对伊主人的路途中出10只路途。煞带伊主人逐项的财宝，起身去米索波大米，到拿福的城。日要暗，种查某囡仔出来抢水，伊就互路途跪伫城外的井边。伊讲：“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啊，求你施恩互我的主人亚伯拉罕，
互我今仔日有好遭遇。我呾徛伫井边，城内人的查某囡仔咧出来抢水。我要对一个查某囡仔讲，请放落你的水盘，互我啉水。伊若讲，请啉，我也要互你的落刀啉。愿迄个查某囡仔是你所定着，互你的奴仆以撒做某。安尼，我就知你是阮互我的主人。话也讲袂煞，离别甲镜头爬水盘出来。伊是比托利生的，比托利是亚伯拉罕的小弟拿霍的某米甲的囝。迄个查某囡仔面貌极其水，犹是在室女，也袂捌有人亲近伊。伊落去井边，抢满伊的盘，就起来。奴仆走进前迎旨伊讲：“求你将盘内的水淡薄仔我啉。”查某囡仔讲：“我的主，请啉。”就赶紧放水盘落来，看伫手里，互伊啉，互伊啉明白。佮讲：“我也要甲你的路途抢水，互因啉到夜。”因就赶紧将盘里的水摒伫槽里，佮走到井边抢水，就甲伊所有的路途抢。迄个人注目看伊，恬恬无讲话，爱知耶和华想事伊顺事的路啊无。路途啉明白，迄人就摕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手环，重10舍克勒，互迄个查某囡仔，讲：“你是治水的查某囝，请甲我讲，恁老爸的家有所在通互阮歇啊无？”伊就甲伊讲：“我是密甲对拿霍所生的囝比托利的查某囝。”伊阁对伊讲：“阮有草料米粮充足，也有所在通歇。”迄人就压头敬拜耶和华，讲：“着学了我的主亚伯拉罕的上帝耶和华，已经慈爱诚实款待我的主人，拢无停止。论到我，耶和华伫路上引带我到我的主人兄弟的家。”查某囡仔走倒去，照遮的话甲因老母同家的人讲。读圣经到遮，即是请圣歌队献诗，全地拢属伫主。
即是请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罗卜的祈祷。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面前，阮感谢你。伫过去即礼拜，你引带阮，互阮每一天拢有你的保守甲看顾。伫即个5日节假期，你嘛保守阮众兄弟姊妹出入拢有平安。即时刻，阮自责，愿主你的信心甲阮做伙，帮助阮了解你的话语，愿你亲身对阮讲话，互阮一生拢会当听调着你的话语。愿即时要仰望你，恳求你引带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最近，早起咱的灵修伫咱的迄个赖迄个群组的内面，大家有看到咱最近咧读的是诗篇。对于诗篇第一篇读到今仔日是第33篇。这诗篇拢是大卫所写的，嘛是大卫用一个奴仆的心，咧向上帝祈求，咧向上帝阿乐。所以当咱咧读这诗篇的时阵，会当帮助咱来学习，要安怎样向上帝来祈祷。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内面，伫咱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这个中间，无所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你伫什么款的情形的下面，也是你伫什么款的迄个时阵，你会开嘴来向上帝做祈求？你会开嘴来向上帝做阿乐的祈祷呢？我想大多数的人，有可能，拢伫迄个真重要的关头，迄个真重要的时刻，迄个真危急的即个状况的下面，会向上帝发出迄个呼求的声，会伫迄个时刻，嘛会当经历到上帝保守的即个过程，特别伫经历过这所有一切了后，咱会对上帝发出迄个阿乐上赞的声音。我想这是咱每一个人真正常拢会表现出来的行为。不过，牧师认为，咱应该每一天拢爱来到上帝面前。无论你今仔日早起，你的起床、你的情绪、你的感觉是怎样，也是伫今仔日规工了后，你的境遇是怎样，我想咱拢应该将家己交伫上帝的手中，因为安尼，就会当互上帝来带咱每一个人的生活、咱的人生，甚至咱的一切的生命。伫今仔日创世纪第24章内面，是咧讲上帝应允实现了后的另外一个真重要的时刻。就是亚伯拉罕要为伊的囝以撒来娶某的故事，其中咱今仔日所读的，特别是一个无互圣经记载着名的这个奴仆，在这段奴仆的祈祷的中间，我认为这是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奴仆要完成亚伯拉罕伊所交予伊的这个任务。奴仆伊无法度干那倚靠家己，因为奴仆伊出门伫外口，伊是需要上帝引带甲带领，特别是伫这么重要的任务的时刻。那呢，这个上帝实现的这件代志，敢若看起来落伫这个奴仆的身躯顶啊，伊要去完成这个任务，上帝实现才会当真正会当完成。咱对于创世纪24章，咱今仔日无读全部，因为全部50几节，真长。总是咱会当安尼甲分享。头前咧讲到亚伯拉罕甲即位无记录伫名的即个奴仆，以及奴仆甲利百加，奴仆甲利百加伊厝内底的人，以撒甲伊的某。
这是一连串的这个故事的进程，就串联起今日咱即场上主要的主题，就是以撒要娶某啊。当以撒大汉啊，会当到要娶某的这个年岁时阵，这个时刻亚伯拉罕佫住伫希林的这个土地的顶面。伫当时要娶某的这个对象，上好是家己的亲族。但是亚伯拉罕早就离开本地本家，去到外口，无伫伊原本出世迄个所在咧住，无伫伊的亲族的中间啊。那呢，要安怎为着伊的囝以撒来娶某，真做一个真大的问题。所以亚伯拉罕就必须要为着以撒来找一个真适当的某，互上帝应允，会当有一个发展，会当继续落去。咱看到圣经描写讲，亚伯拉罕这个时期年岁已经大啊，亚伯拉罕的身体状况嘛渐渐老去啊。伫过去的日子，上帝拢祝福伫伊的身躯顶。今仔日亚伯拉罕要为着以撒，其实毋是干那为着伊，嘛是要为着伊的后代来设想。亚伯拉罕已经年老啊，伊无法度行遐尼长的路，行遐尼远的路，伊无法度伫即个真长的旅行的中间，伊的身体可能是袂堪的。所以，就将厝内底迄个上资深，而且会当管理伊厝内底一切事务的即个奴仆，甲叫过来。叫过来了后，咱若今仔日所要读的迄段，咱感觉真奇怪一件代志，就是亚伯拉罕讲，将你的手放在我的两只脚的中间，这是什么款的动作呢？其实，这个动作是一个咒抓的动作，这个动作。就是去摸到亚伯拉罕伊的迄个袂当摸的所在，因为这个手抓透过这个动作，就表现出一个真严肃的一个议题，而且手抓的内容是袂当改。咱若伫圣经内底看到这点，咱感觉足怀疑的。其实这是受到当时迦南文化的影响。所以亚伯拉罕爱伊的奴仆来救抓，要找迄个以撒某即个对象，袂当对因即马所徛起的迦南地来敲吹。伊爱伊的奴仆转去到伊的故乡，伊的故乡就是当时出来迄个所在哈兰。所以爱伊伫伊的亲族的中间，替以撒娶一个某。这位真资深、真老练的奴仆听到亚伯拉罕这款的要求，我想伊的心内一定在思考这件代志是一个真无简单会当达成的任务，是有困难的。所以就问亚伯拉罕讲：啊，若是对方迄位女子，伊无要离开，伊无愿意对我来到咱即卖的这个所在，那呢要安怎呢？我要将你的囝娶转去哈兰吗？转去哈兰甲伊结婚娶某吗？亚伯拉罕甲以撒无转去因原本所住迄个哈兰这种情形下面，要对迄个所在娶一个愿意嫁予以撒的这个真适当的女子，确实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但是亚伯拉罕伊有伊的坚持。亚伯拉罕安尼讲绝对袂当互以撒转去，袂当互伊转去到哈兰迄个所在，是因为上帝带领因全家离开本家本族到迦南地去，而且上帝阁赏赐这块土地，要互伊甲伊的后代。以撒袂当转去因已经离开的故乡，袂当转去哈兰去遐来成家立业。
阿伯拉罕伊清楚知影，所以伊甲伊的罗伯讲：上帝一定会为咱备办的，互你会当找到迄位女子。即使即位女子若无愿意来，即件事就甲你无关系。当即个咒抓了后，罗伯照着阿伯拉罕的意思去行。我毋知即个时阵阿伯拉罕伊咧想啥物，但是我的焦点想要放伫即个罗伯的顶面。我咧想，即个罗伯伊心内到底咧想啥物？遮尔困难的代志呢？不过咱看到罗伯游玩去，伊开始行出去啊！伊到哈兰附近的拿福即个城。伫要到迄个城的时阵，已经暗头啊。我想经文写讲，伊到井水的边啊，迄是一个真特别的动作。即个罗伯，我感觉伊是挑工要去迄个所在，因为伫早时，迄个水井的边啊，定定是人伫遐相拄的所在。到井边拍水。通常是女性的责任。迄个时间，拢伫真早也是真暗的时，天气较袂遐尼炎热，而且水井拢伫迄个城的外口，所以侪妇女也是女性，拢会做伙去遐拍水。我想，这位罗伯伊的心内是安尼咧想的，伊想我既然来到这个水井的边。而且佫真倚近即个哈兰即个所在，这是阿伯拉罕受上帝呼召离开的一个所在，所以住伫遮附近的人，应该拢是阿伯拉罕的亲族啊。所以罗伯的心内咧想，那呢，我要安怎走？我都知影啥人才是迄位要成做以撒某的女子啊？伫即个时刻。罗伯想起主人阿伯拉罕伊所信的这个上帝，所以罗伯就向上帝发出伊祈求的祈祷。伊安尼讲，伊讲耶和华，我的主人的上帝啊，你是信实的上帝，求你持守对我主人的这个所讲的应允，互我会当找到这位女子这件代志，而且这件代志吼。是今仔日就要爱发生的哦，毋是要等明仔载后日，是即马就爱发生的。然后我要向你求讲来到城里的人，拢会当来到这个水边，因来积水。那呢，我要对其中的一位讲，请你将你身躯顶所拍这个水的管仔放落来，互我啉。即使伊若讲，请啉。我嘛拍水，互你的骆驼啉的时阵，那呢，我希望这位女子，就是上帝为你的罗伯以撒所敬的某。就安尼，我就知影，你持守你对阿伯拉罕所应允的话。这个应允的话，就是要互阿伯拉罕成做大国的这个话。要互阿伯拉罕有做顺顺的话，罗伯的这个祈祷是咧向上帝求一个应证的祈祷，但是伫这个祈祷的背后，这个罗伯有一个假设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阿伯拉罕的要求。咱还佫会记阿伯拉罕要求是啥物未？阿伯拉罕要求是第一。爱我家己亲族的女子，第二爱愿意离开伊的厝，来到迦南地这个女子。所以罗伯已经安尼认定有这款的背景，伊佫加上对上帝所求的应证。所以我咧想一项代志，圣经若写到这个所在，咱读到这个所在，设使。回应罗伯这个女子，若毋是阿伯拉罕的亲族的时，那呢要安怎呢？
各位兄弟姊妹，咱嘛是常常会做即款的代志，敢毋是？咱常常拢会讲，咱先设定一堆有可能会发生的代志，甚至连迄个咱要爱迄个结果，咱拢设定好啊。然后，咱再过来甲上帝求一个印证。我毋知你有即款的经验无？有可能你安尼做，设数是 A， 结果印证若是安尼；设数是 B， 印证是安尼；设数是 C。咱会做即款的假设伫即个中间。那呢，咱敢真正是向上帝祈求呢？也是咱爱上帝来为咱背书呢？是咱要照着家己的计划去行呢，还是真正将家己放伫上帝计划内面呢？咱要安怎样做，都看到上帝的心意。我相信，咱有缘爱做计划。我相信，咱爱将计划放伫上帝的手中，互上帝来引带，互上帝来掌权。因为无论结果是如何，拢伫上帝的手中。这个罗卜伊也未祈祷了，表示讲这个罗卜的祈祷毋那只的话尔。这个罗卜继续咧讲的时，话也未讲了。等这个时刻，有一个面貌真水的女子出现啊，伊的名叫利百加。伊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霍的孙，伊来到水边，伊来到井边来汲水。这个罗卜紧甲伊讨水来啉。咱看到利百加随将这个水罐摕落来，互伊啉水。然后利百加甲讲：“我要为你的骆驼拍水，互因啉到有够。”哇！这个上帝是毋是真正神呢？罗卜还未讲了，还未祈祷了，伊向上帝所求的这印证，就是女子爱互伊啉水，而且真主动爱互伊的骆驼啉水，这件代志已经印证啊。其实，互伊的骆驼啉水，咱看到罗卜是早着10只骆驼，行了真远的路了后。因这骆驼需要啉真多的水。我咧想，这个罗卜伊这个要求印证哦，其实是求真大呢。因为呢，伊要求这个互骆驼啉水这件代志呢，是咧表示伊要为以撒找一个真甘愿乐意去帮助人的某。这个时刻，这两个印证。拢实现啊！罗卜徛伫边仔，点点啊看到利百加，伊想要知影上帝是毋是爱伊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伊就提出真贵重的一个金仔，一个盘手放伫伊的身躯顶，然后问利百加讲：“你会当甲我讲无？你的老爸是甚物人？然后你的厝？”敢有所在，互阮会当住一暗呢？利百加甲回答：“我的老爸是拿霍甲加密的囝比图利。阮厝内底有真多的草料，嘛有互恁会当休困的所在。这位罗卜伊的任务是要找到亚伯拉罕本族的女子来争做以撒的某。这个时刻。”伊拄到的是伊家己的兄弟亚伯拉罕兄弟拿霍的孙，所以利百加回答了后，这个罗卜随跪落去，伊趴伫涂骹咧敬拜上帝。罗卜讲：“俄罗上帝，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伊是应当互人称赞的，因为伊持守对我主人的应允。”不断以慈爱信实来对待我的主人。那是我，因为我互主人交托这个任务了后，
上帝一路咧引带我，将我直接带到我主人的亲族的中间。罗伯完成了亚伯拉罕的要求，这个要求是这个女子必须要是亲族的人。那呢，亚伯拉罕的所交托的任务，罗伯完成了吗？其实也未，因为还佫有一个条件，还佫有一个亚伯拉罕所要求的条件要确认，就是这位女子有愿意无愿意离开家己的厝，前往以撒所徛起的这个迦南地。讲较白，就是爱这位女子离开伊的厝，去到远远的所在。罗伯的使命也未完成呢，因为伊佫要做上尾一项的确认。这个确认，我认为是一个真困难的工作。这个困难点伫利百加的父母伊厝内底的人，因也未看过对方，因会互利百加跟对着一个伫井边拄着的罗伯，然后无看到对方家庭遮长辈的面，敢若照着这位罗伯所讲的话，就会互利百加离开，去到远远的所在，嫁互以撒吗？这个是一个困难。所以当罗伯看到利百加的阿兄拉班的时阵，以及伊的老爸了后，伊就将整个的事件，对亚伯拉罕所交付伊的任务，直到拄着利百加，这个中间所有一切，拢甲因讲。特别，这个罗伯将伊甲上帝的祈祷嘛甲因讲。最后，咱看到这个罗伯直接讲出伊的想法。伊对伊厝内底的人，伊的父母甲伊的兄哥安尼讲：恁若愿意用信息来对待我的主人，那呢，恁就甲我讲，恁愿意将利百加嫁互以撒。若是无愿意，嘛甲我讲，互我会当决定煞接落来，我要安怎样来做？这个罗伯咧等待因的回答。拉班甲比托利，因的回答是：既然这项代志是上帝所安排的，阮还佫会当讲什么呢？利百加伫这个所在，你会当将伊带走，互伊照着上帝所讲的做你主人囝以撒的某。咱看到过当天，利百加嘛亲心来回答。伊愿意对着罗伯，同齐转去到以撒所徛起的所在。那呢，这位罗伯就确认了亚伯拉罕所要求的这个第二个要求，就是这位女子愿意甲伊转去到迦南地。罗伯完成了亚伯拉罕所交代的任务。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咱拢有一个使命伫的。咱每一个人，伫你无共款的人生的阶段内面，其实拢有无共款的任务伫地。这个任务，拢需要你一个一个去完成。每一个事件，拢互咱按照迄个上尾的目标，咱每一个人的使命来前进。所以，咱会有目标，咱嘛会定方向，咱嘛会去规划讲，这个阶段后一个阶段，短期、中期、长期的这个计划。有的人会安尼甲牧师讲，无啦，安尼吼，伤复杂啊，吼，安尼敢若足侪压力伫我的身躯顶。所以有的人呢，嘛会讲啊，我先专心伫眼前所需要遮一切行动，对着时间豆豆啊进前，迄个情形咧变化，我再来决定后一步的目标。其实不管如何，这拢是方法，这拢是计划，这拢是策略，
无一项是绝对对的，也是毋对的。伊无迄个对甲无毋对的即个评判。我认为，无论咱的计划做了搁安怎完整，其实咱转来到上起头，咱才真清楚知影，咱为什么要做即个计划的目的？即个目的是毋是上帝甲你启示的？是毋是上帝互咱所看见的？咱讲的迄个异象有接近的？但是，搁较重要的是，咱会当达成每一个任务。总是这个任务，毋是我靠家己就会当完成的。咱需要有人甲咱做伙行动，做伙向前行。这位真资深的罗伯，伊领受亚伯拉罕的任务了后，伊是甲其他的罗伯做伙行往亚伯拉罕的亲族。伫这一路顶面，因爱照顾遮的精生，因爱注意因所带出来遮的金银财宝，因爱伫路上去注意遐会发生的状况，因爱看到彼此人员中间的安全。罗伯完成了亚伯拉罕所交托的任务，为以撒娶某。这件代志毋是罗伯一个人。是靠着大家的同行，才会当达成的。咱嘛看到这位罗伯，一直毋知要安怎操作迄位女子的时，罗伯将这项事的主权交转去上帝的手中。因为这位罗伯，伊捌亲目睭看见上帝怎样引带带领亚伯拉罕。所以我相信这项代志。咱可能捌看过别人，咱可能看过别人的见证，讲上帝安怎引带伊。咱可能听过别人讲伊生命中的遮个故事、遮个见证。有时咱会对遐个册、遐个文章内面，咱读过上帝的作为，甚至咱家己拢经历过上帝出手帮咱甲带领。所以咱来想看卖，其实咱所经历的一切，毋是靠咱家己个人就当完成的。咱会有别人的帮衬，咱有别人提供遮个资讯，伫咱真混乱的中间，互咱有一个方向。有上帝甲咱同在，有上帝亲身的带领，互咱伫每一个阶段的任务，才有法度真顺利来完成。过去我咧读创世纪第24章的时，我会感觉这位真资深的罗伯，伫以撒娶某这件代志，是一个真重要的任务，伊有真重要的位置。可是圣经内面无记录伊的名呢。我想要去查考伊到底叫什么名，查过一寡资料了后。其实拢无法度得到真正的答案，但是咱看到这位真忠心的罗伯，伊伫亚伯拉罕的厝内底，伊协助亚伯拉罕咧管理伊的家产，伊为着主人的工作，伊尽伊的职分。这位罗伯，伊生命的故事的内面有一段，这段就是伊为着以撒行往哈兰。对哈兰、拿霍，伫迄个所在带转来利百加，伫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这件事的内面，伊参与伫这个中间。各位兄弟姊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的内面，咱讲咱来到上帝的厝，咱拢伫教会，咱拢伫团契内面咧生活。咱拢同齐咧领受上帝引带，那安尼，咱拢共同参与，咱拢共同关心，伫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内面，伫无共款的事工的中间，有时咱袂当讲，我年岁多啊，我就退休啊，也是我交互别人啊。
其实咱要做的每一项事，拢是我靠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共同的参与。莫认为家己无法度参与，因为我想，当你愿意来关心、来参与的时阵，那呢，上帝的祝福就临到咱的中间，互咱同齐用你个人生命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内面，你需要别人的协助。在你个人生命的故事的内面，你嘛会当去帮助别人。那呢，咱就会当共同照着上帝的计划来完成咱的使命。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伫你面前，我感谢你。当阮知影，你的应允是遐尼祝福阮每一个人，但是阮无法度靠着家己来完成这一切。阮来倚靠你，阮来向你来祈祷，阮来学了你。总是伫地面上，阮是肢体，阮需要彼此扶持。愿主你帮助阮，互阮同齐来行伫天路，互阮同齐来领受你的祝福，互人来看见，阮就是你的学生。愿主亲身扶持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即时搁来吟圣诗第614首，圣诗第614首，我心恬静，我心恬静，安稳踮主施下，吞忍来背悲哀苦痛十架。照主所爱，趁伊命令安排，世事未变，我主信实常在。我心恬静，经过刺皮路程，耶稣我主，享受喜乐安宁。请起立来吟全首。我心恬静，安稳踮主施下，吞忍来背哀伤苦痛十架。照主所爱，趁伊命令安排，世事未变，我主信实常在。我心恬静，经过刺皮路程。耶稣我主，享受喜乐安宁。我心恬静，享
请坐，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即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台先，请大家三甲来读今仔日的经句2遍。着听候耶和华，着仰仗你的心，着坚固。实在着听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着听候耶和华，着仰仗你的心，着坚固。实在着听候耶和华，诗篇27篇14节。下主日的圣工分担，领唱是许义丽老师，司礼地灵交执事，苏琴周胜美老师，献诗是献歌队，苏宪赖韵如执事，曹明祥执事，交代赖韵如执事，陈淑锦姊妹，音控李尔博执事，张建传弟兄，讲告经历是科牧师。下主的查经基督会是创世纪第21章第8节到21节，主理是张义如执事，司会是张义信长老。主日礼拜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5章第20节到34节，题目是身份。刻印文、圣诗、金句，请大家家己来看。主理是科牧师。请掀开周报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
本主日礼拜了后，下晡1点到2点有白话字班，地点是咧地下室1楼，有准备中昼顿。第2点，儿童主日要来呼求，伫7月3号到7月5号有儿童夏令营伫教会举办，为着备办夏令营的活动的所在，邀请大家会当伫后礼拜主日礼拜了后，留落来斗3工来刷2楼的椅仔。第3点，2023年上半年度的减少通知，财务组要定伫2023年的7月16号来办理2023年上半年度，也就是1月到6月的减少，请各团契的财务同工会当来有备即摆的减少爱需要将你的手中的现金伫6月30号进前来存到银行内底。第4点，圣港事奉表下一季7月到9月的圣港事奉表已经安排好，若是有需要的兄弟会当到1楼的柜台来领取。第5点，下主日7月2号要来召开今年度的第4届中执会。请中职来出席参加，嘛邀请各团契的会长、圣歌队的队长、敬拜团的团长来参加。第6点，教会要定伫8月6号来举行圣礼典，若是有要洗礼跟圣礼的，请干事摕报名表填写了后来交予牧师。第7点，洗礼进前的信用课程要定伫7月23号、7月30号的下晡1点到3点，欢迎预备来洗礼兼圣礼，也是慕道友来报名参加。后个月7月份生日的兄弟为因唱歌，然后要为因祝福。咱请在场你7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请你徛起来，我们为你唱生日快乐歌。咱唱2摆。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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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咱同心为着因来祈祷。天父上帝，阮真欢喜，愿大家7月份生日的兄弟同齐欢喜。祝你早前看顾因、保守因，每一天拢互因有对属天来的平安，互你因每一日拢有你的稳定的指示。这时刻，愿恳求上帝，你照着你主爱、你的信息来赏赐因、看顾因、保守因，互因每一天拢领受迄个属天来真正的平安。愿将因搁一届恳求上帝来看顾，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若伫7月份拄着迄天生日的兄弟，咱来讲生日快乐。搁一届甲恁讲生日快乐，请坐。好，毋知今日有第1摆来到教会兄弟。平安，平安。今日有3位新来的朋友，第1位甲第2位是母女，邱美秀是妈妈啊，陈怡静姐妹是女儿，坐在那边。他们住在指南路3段啊，之前是在台北真理堂聚会，之后可能会来经常来我们教会聚会，让我们欢迎。
第3位是那个俊祥的女朋友，是从日本来啊，那是在日本聚会，然后念国际基督教大学，啊，可以欢迎。好，真欢迎，希望下当常常看到恁来到阮的教会聚会。好，这是咱来吟圣诗第402首，恳求主你应带我脚步，因是带请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5万甲救赎，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咱彼此请安。